万人讲退休的人的天数会变多唔似呢？花样同学会但是会有请一啲来宾去友谊人才嘅同学完成梦想。今年系哪一乡亲爱请同学圆梦呢？如有爱一用，评论也能展开一场贵气贵神快的同学会啦。我跟我先生是非常非常相爱的，他非常爱我，非常疼我。5年前，阿先生正值壮年的时候离开我，我足足叫3年的时间，阿母子叫都快退，也我戴目镜，冇戴目镜看唔到太阳。人生再往后，再往后哦。感觉那个无限，感觉那个伸展，右脚用力点，不用用力。好，弯曲，带到这边，在这边停一下。充满活力、体格高宜家嘅玉米先生，唔怕看唔出來，已經年紀近60歲了。高宜家高為28年，故所一個面容嘅團圓神紅，如果從冇留下歲月嘅痕跡。其實睇下唔前接觸宜家以前，玉米先生係做美容也好，佢用時都無限，可以也看看出嚟幾多問題。我鬼面的做青春痘，鬼面的发米发疗啊呢哈。另外生意呢哈，我叫他说亲亲妈咪一个，里面是1万，今天本来就唔甘咩，你就提供我当初的个身体嘅健康有多么的惨。故说我做发愿，可是我身体变好，我要搞瑜伽，我用瑜伽分享我的健康，我的幸福。如果有来生，我发愿，我还是要教瑜伽，我还是要做瑜伽，我要用瑜伽身体的运通，心灵的这种平静，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得到健康。哎，我要做瑜伽，你看我做瑜伽，来你也做瑜伽。哇，很厉害哦！来这一下，一个小宝贝呢，喺牙胎来的摸的，主我这边唯一的孙的，人当公啊，好上海讲，伊迄来请来投胎啊，他做我夫妻啊，因为家爸爸到国外呢，我做皮弟，伊当贴心呐，我做大礼拜的时候啊，就每天来做大礼拜。打坐啊，上瑜伽的时候呢，好，准备都手上上瑜伽。啊，你跟奶奶亲一下，嘴巴亲，耶！你看奶奶脚在这边。就是把他之前就会帮他打理的好好的，生活上就是无忧无虑这样子。但是他爸爸过世以后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教室的事务、家里的事务，妈妈在这个部分就必须得要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家里有很多费用要缴，电话费啊、电视费、水费、电费这些的。那妈妈会不知道要去 7 缴这件事情，然后一直问我说：“这个要去哪里缴？这个哪里去缴？”所以从这个小事情就看到爸爸对妈妈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啦。一开始会担心说家里很多事务，他会不会没办法处理？对，那后来我发现看到他渐渐的这样独立，也自己。改变了很多，而且有他现在有小孙女陪他，然后也是他一个生活的重心。那我也会觉得对他心灵上帮助非常大，还有他最爱的瑜伽。很孤独，非常孤独，我甚至不敢回家，我不想走进家门。因为我回去，我都觉得他在那边，他在那边，他随时都在。为什么我叫不到名字，他不回应我了？为什么？我都会为什么现在要对天空讲话？我没有办法面对面跟他讲话。这讲过我同老公都安尼送走透明，那啲明日先来也是无上限多，总归爱有变下来嘅意义。是讲无上叫出答案，人家都看唔出自家嘅故事哈。老公拄到按他嘅事情来先行，又要用你来行出伤痛，用你来行出一条无意嘅未来之路呢。我今天我嚟拜访玉米先生，来了解一下以下下来会有乜嘅计划。
所以我哋玉米先生係苗栗5户人。假如侬會同我約睇苗栗南莊也風景按哪位所在來見面呢？先生 ，hello，侬我約我來到呀咯，來到山檔咯。山檔較空氣較好係啊啊。係啊，侬我約我來呀咯。嗰時候佢生病嗰下呢，我就想講安排一個天吼，啊，幫佢哋休養。路對呀，都一直都嘅紫色小屋嘅。哦，幾好嘅。一大片啊，全部差唔多有800片。哦，係哦。一個婦人家冇辦法，冇能力整理安太嘅地方。唔過你係喺大禮拜會來，係啊，來呀，去哪呢？哦，我來呀買呀開題噶哈，我嘅學生誒就同阿買隔壁，就講好講，喺邊落葉睇個種啊係。哦，家下路講好。因為嗰時候佢當希望亞先生要教瑜伽，嗰時候佢就去到下邊嘅嘅。啊，後尾佢就同我講，老師，你嘅細某人吼，按太嘅天哦，冇辦法管理啦，按我嘅留下吼，本身一件呐。今日你去參觀一下，好啊，係啊。哦，很香呢。哦，水嘅米絲。係啊，純天然嘅。古說鴉片係唔嘅，係我禪修打坐嘅靜坐嘅地方。古說老師平常時路睇下做功課，假日時候要打坐啊，做瑜伽啊，所以我一人世界，後邊出來都要大自然，個有一個空間，好就可以是療癒，就是去個心慢慢癒合，慢慢癒合，認識到講啊，我未來的生命。有很多事情要來做。環境啊，大自然的力量真勁，一旦太陽吼，感覺嘅出玉米先生伊經過嘅過太上通過大自然的療癒吼，不宜有韓國都冇同樣嘅想法。玉米先生梗係有乜嘅想要完成嘅心願哈。頭擺我老先生啊，要去露營，嚇，然後一上營。就行出去嘛，冇盤嘛，就當難得哈，留個50幾年、50多年冇聯絡嘅小學嘅小學同學，係啊，我想要聯絡佢阿條哈，請佢阿條去露營，到山檔嚟露營，係啊咧，圓自己的夢。頭擺我5戶街坊啊，有象棋啊，規家全部象棋，起龍機、洗身機啦哈，嗰個隔壁嘅張永貴啲老同學，人哋約佢看約得到。老公先去做先呢，玉米先生甲當地好實驗下，伊感覺通過社會同學所施研究嘅，3年前鄉下出去老了，睇腦背結果，味道冇留下遺憾，韓國想要這個回味年菜同老公鄉下去露營嘅情形，伊家聽講也8月機會，同佢一個上好嘅國小同學鄉下嚟露營。味道愛好好同佢哋同學說明，玉米先生還以為係睇苗栗的大家來相見面，是講我們約睇田秋順呢。咩老師你聯絡嘅亞上人呢？嗬？係咩？啊，我會約到亞咯，約到。唔知咧。按貼片有田球，又有咩位所在，係地標哈，要這個係地標。後邊來細細哈，這個要帶牙咩？哦。係啊，就個恩主公呀。哦。我就信仰做恩主公。入邊係你嘅同學啊？哇，是明雄。哦。明雄大哥。有我啲啦。誒，我哋拉門咯，我有多人咯。咁樣啊？我洗身機喺我咁樣來日就會電話，我哋唔做乜嘅咧。我有講係同學會咩？我哋唔知講約到呀。哎，原來哈，原來哈。哦。來。洗身機，張永貴。哦，按功夫咯，做埋錢，呢台叫黑茶嚟咯。行到辛苦啊！哦，有見面禮哦！講田叫喝茶係咪？有乜嘅緣故係咪？講到一集，細細個下去市場茶呀，啲好濃料啊，好濃啊，幾特別互動啊，幾啱啱，康啦，哎，田呢？
他会追伊啊，跟先生甲拍球。哎呀，啊，喊谁太太？我哟，哦还有，我追唔下，輕嘅考慮唔下，反正唔得。嘿哦，還記得咯，都竟還記得。記得沒有？還記得以前讀高中。那老開嘛哦，沒老開啦，就大概好像高中吧。你下課回家，然後騎腳踏車要上台去下面買東西，途中還得去田埕割草，啊，你知道那時看到你這個田埕是很，哦，但是冇糖豆，就開業。你冇糖豆，找冇糖豆的事。三碟，找冇糖豆，咁要。一樣。96年就是5年的吧。哦，怎麼那麼會記仇？这海曼太上按熱情的呼喚，結果沒有回應。哎沒有，剛做乜唔答應呢？記得了，沒有。當然好誒啦，如果我們重演一次，然後這次玉梅老師要回應你打招呼，好不好？喺大家嘅見證下，神奇泰國同玉米先生會重現40年前嘅畫面，唔過也擺係咪捕捉到神奇泰國當年留下來嘅遺憾呢？可能就硬要重現那個當時的狀況哈，比如說亞哈嘅玉米先生呢一路評論就要查，然後那個生機大哥以為重現嘅加哈以很玉梅節目，亞哈會鼻音哦哈，準備 action。很入戲，很入戲。我黑米嘢冇，我黑米。玉梅，我也來。來啦，來啦。啊，那唔會落咯嗬，按張條被中央咯。然後玉梅，所以呢，真係全回憶。哦，然後係啊，哦，多啲看到。好卡，好尷尬。謝謝兩位。一從鬧劇總算同變體神奇泰國新冠復讀40年嘅劇過不滿呢，大家講下材料，佢仲要回到佢當年大家錄漢字寫嘅一樣誒，行睇一條田丘順嘅細路嘅巷，路從行業路頭擺樣誒，要9萬面向起軌道行機體腦適度行細嘅情形。就係雲貴國嘅路卡，對啊，所以亞看起來安尼，啱唔顧講過嗰種大戶人家咧吼。好，而家較少年係嚟啦，然後弄就辦水。頭擺路東島鳳吼。對，特別好，兩年細細個全部做演教，你冇乜嘢係啊，不過能韓式路東蘇嘅，會上草嘛？冇啊？唔會啊？你是懂這？表情睇下。嗰種人唔可以跳下去好搞。有啦，行路行得去啊。哦，條幫我細細本嚟印象黑暗嘅呀，很過分啊！冇啲啊，閉門嗰啲哦，你冇卡錯，嚇我拋下茶，好啊，聊啊。開同學會，特別就匆匆忙忙咧，我就想講，所以我哋人哋露營。啊，露營啊，感覺離我們好遠啊。跟我啊，你要露營過啊？支持。冇問題。哎，你躺起來，唔嗰種動作。烤咯。係啊，你敢有露營過？你敢有露營過？有哦。有哦。那是當兵的時候。咁民雄大哥有露營過嗎？有啦。有哦。係哦。咁你有做咩嘢啊？準備嘅東西可以多。係啊。不過貴在一個大家分工合作，亞當樂趣就在這裡了。不過剛剛生機大哥說冇嚇矮哦，係咪？哦。你會怕怕哦？不是那麼多歲還去搞這個。這樣才好玩呐！哦，係咪？大家因過節，神奇泰國總算安好，會共下去露營。除係菜草嘅一啲同學，玉米先生每隔天只能同伊改好，唔過偷從人睇大陸是頭路嘅，去用其泰國聯絡，看下用其泰國有機會共下來露營麼？大鵬徐龍基，幾多泰陸？
係啊，超易看到內模啊。係啊，行，佢懂熱心公益啊。Hello， 这个一伟同学你好啊！你家到哪？你家到哪？嗨，在上海。哎呀，回来啦！这个礼拜6日啦，希望你回来参加。同行嘅事情，唔得俾你兩肋插刀啊！而家講到露營，他都目犍犍嘅，很當期盼唔過嚟哦。做得冇啦？拜託啊你，人乜子嘅咩？徐明雄咩？徐生基啊，張永貴啊，好不好？谢谢邀请，谢谢邀请。哈哈哈。哦，好谢谢邀请，因为刚好端午节啊，也真为难。哎呀，看得出天花嘅那一片，永吉泰國雖然未改上去鄉下路樣，食材也擺臨時起嘅那來有，以勉強先答應，會想辦法來瞧看啊，咩唔敢滿口應承。不過大家還係個有心，又在個用手機嘅打本那外一啲同學要錢。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耶！你怎麼顛倒了？啊，怎麼變這樣？你在哪里？我現在在江西啊。哦，在江西哦，怎麼辦？你的頭怎麼變這樣？來，嗨，嗨，哎，嗨，張永貴。嗨，你不要動啊，你不要動。你不要動了。好，可以，你不要動了，千萬不要動。那禮拜六我們也想去露營玩，你加轉嘛？轉呢，我6月7號10點到桃機。耶！邀請你一起去露營。好，幾點？哎呦，6月8號做的啦，轉了我們再聯絡。啊，馬上來打給你哈，6月8號哈。好，拜，好，很高興看到你，我們也很高興看到你。怎麼突然變那麼爆笑呢？豆豆，你的觀眾朋友是不是已經暈頭了？頭中很少都肚子如果痛呢，哈，冇想到打電話變到按奇妙的事情。我剛我按你閨女在下來啊，認識下幾個哥哥姐姐。我閨男想講，是小時候的玩伴啊，弄過充有革命情感咯，吼，大家如果支持你做一項事情，其實也冇咁簡單。不過伊呢路出家不講好，還想去聽書啊，還做啲做馬嘅啊，咩感覺嘅出現嘅感情色彩係幾好。嗰時我咪過期待，如禮拜六錄陽我係用呢個情緒，尤其吞下拳，我其實當然是冇一句嘅哥哥姐姐講下錄陽哦，我係用呢個情緒。冇想到露營行程確定過後，大家明日露體群組都向討論露營而準備按多嘛嘅，討論到用自己嘅，看大家對玉米先生露按嚟顯嘟嘟嘅，我是菜龜上嘅啲玉米先生也來嘅，對爺媽媽主動講上去露營一件事情，有冇有乜嘅看法呢？就是我們兩個都是比較怕麻煩，我們就是事情就是怎麼做，會用最快的速度做好，然後用最方便的速度做好就好。就我所知，露營就必須要有很繁瑣的一些準備過程，然後包括在那邊搭建帳篷等等的。我覺得是一個成長跟改變啦，跟以前的生活已經不太一樣。爸爸不在了，那沒有一個人可以陪伴他，那還好有他的好朋友跟好學生可以陪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我覺得這樣也很好。七早八早，玉米先生露帶恁一團學生嘅家來嘅露營要用到嘅東西，出發去賣力，準備要同大家配合。也是民雄大哥媒體群組都方傳來一出影片，原來民雄大哥做露團人約束好嘅，要向下去傳飛，打算食飽煮嘅人過來。而打造露團自家種嘅青菜果子準備好勢，要分大家食菜很貼心啊！Hello， 來，歡迎。Hello， 你們有沒有準備什麼啊？有。你看我準備那麼多。好。小倩哦。那麼多安善嗎？你有帶什麼嗎？沒有哎。好，我的東西。對啊，我們。
那用生活公司头那个人在里头东西的嘛。哇，很厉害啊！系啊系啊。所以做嘛，该做到按抬头那呀。看住底，建军演出今天准备东西。我的天哪！等一下，这个是。哇！是西明兄家里采的，太感动了！啊，准备跟他录音那个啊，准备啊，你看有天火呢，要不有个安尼有闪闪灯的呢，都还有个嘛嘢有圣诞灯呢，安尼呢。哦，好，安尼，都安尼。等。全部用它做摄影的。这个我来的，很会的，你会了哈，会了。来，这个把它插下去，这个脚先插到地上去。你在那边，等一下，我2个来好了，好，你在就老师你在旁边指导，来这个插下去。我还指导嘞。那这个插到去啊，它挡了反过来，对吗？挡了挡正哈，然后这个扣子开始扣，还撑得住哈。对，好。耶！哇，这样是真的假的？哎，怎么那么矮呢？那个 OK 吗 ？OK， 应该是有像。有像了吗？像对吗？好像不是哎。哇！倒了。先拿掉，等一下，先放掉。哎呀，这只才对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弄错支了。太好笑了吧！发现它这个有转弯的，所以是不对的。啊，这是对吗？会吗？台北是叫做住民宿哦。对，好，关灯啊。哎呦喂啊，老板你好。需要帮忙吗？好，需要。救星来了，教我们。这变成怎样？这样对吗？前面的对不对？前面的对。耶。因为我们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个我们人有够高，所以在用长的。經過大家細盲研究，韓國農場主人咩來聽書，總盤總算突破一則的。大家人有人睇情愛無呢？其實我還有一個神秘嘅任務，面向泰國嘅起飛結束過後，有我嚟某啲高鐵站，要同某一個人見面。究竟呢3人會係咩人呢？面向泰國啊，伊突然今日又睇高鐵某啲站，唔知原因係乜嘅哦。面向那個，伊咯，我突然又都樣哦。係啊，你們呀，西龍市啊，幾多睇到入嚟，講我進來呢，咁不給我們一個驚喜啊！路喺入邊哦，榮基大哥很好。這邊當工進來，是不是歡迎？有心呢，好啊，咁人哋錄。向下嚟錄影，好唔好？看下聲音嚟準備到哪，然後耶咧，咧，好走，好。想唔到睇大陸做事嘅試用機真緊轉來嘅，除係一隻位嘅有一個驚喜以外，冇想到陽氣竟然沒含有另外一個驚喜哦。誰來了？上面打的，你先去。來啦！誰來了？好難得哈！歡迎啊！好久不見，對啊！我昨天還跟你說不能來，今天就出現了。對啊，你是故意的嗎？原來我出發前一暗晡，玉米先生有同滿橋同學聯絡，為到一本大家驚喜，滿橋同學還連個無限好來，實在有樣有一個用心呢。大家按舊冇看到，一見面都講到有來有去，都聽表係還有一個帳篷還唔前搭好呢。韓國冇發現，我哋其實已經到位哦。恭喜美姐，唔該我帶埋人來嘅。睇咗來呢？睇咗來哦。帶個嘉賓啊！來呢，行李上來哦。來保鮮。
你好难得哦，啊，给我们一个惊喜耶。对呀，可以当神秘嘉宾啊。希望我们的能够尽我们的这个努力啊，完成你的心愿是吧？哇，太搞了，按有情呢吼。啊，中普路你去搞到吗？大都用的呀，大家都如何呢？这样有对吗？这样有对吗？这样搭的对吗？按用英文就对呀，按哪英文对的？那这边是怎么回事？这边怎么回事？你们也好厉害，你们好厉害。啊，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环境很好，来搭。今晡日啦，真人当感动。我先生做过后啊，还有当久，唔是安尼笑的，唔是安尼开心的。今日看到同學大家遇到愛啊，來露營品愛，來完成這個夢想，我非常的感動。我覺得。A 面變 B 面。先生是跟我一样，也是大自然的孩子，他非常喜欢大自然。如果他在的话，他会很喜欢、很开心露营啊，带大家做瑜伽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失去健康了，你看他走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活，所以我会觉得很感动。他提到这个，就是想说要告诉大家，你想圆梦，你想做什么，就趁现在去做吧，做吧。你有些来提住哦吼，睇下開始無限的哦。如果有人尤其那個，你在煮飯嚟做嘛咯？按浪漫咯，喺做天火係咪？個螢火蟲啊，掹出來啊，呢個支錯人工嘅螢火蟲啊。哦，安尼哦。有啲人工嘅放養蟲啊，擺喺啲科技指示啊。哦。氣氛啊。哦，是不是借這個機會就不用煮飯了？前期睇過韓國講冇半日不用地唔睇煮菜哦。那冇半日地啦，半日地都唔差。你在問啊？冇半不用地哦。有咩叫咩煮嘅湯鋪啊？嗬，睇下再喺度，我用嘢煮飯我都麻煩。就像點邊才秀一下哦，是很厲害，可是回到家就裝傻。哎呦，那有。哎呦，按你講有睇煮係咪？有冇？好東西哈。啊，玉梅老師，你睇冇係嘛嘅？啊，煮麵。也係麵條。也係客家麵條，都是有看到的。也係客家麵，跟它拌油蔥。哦。拌這樣的推油包。哦。貴壽法用同學會開動嘍！吃飯嘍，吃飯嘍！我仲都睇野外很按澎湃哦，很厲害哦。也很難得咯，係啊，真係冇一種感覺。係啊，他冇睇 Nobel 按嚟是壓過哦。黃色。係啊，大家好像都有負責不同的部分。老夫的是。這位吧。哦，你說這位。老師來講啊，按你講法就有良心。講法有良心啊！啊，吹迄民雄中的，對啊，太厲害了。菜園啊，那個開心農場，可以說係心靈的避風港。哇！老婆用那個都是，當我炒心平氣和。有米在按你說剛講有沒？懂溫馨，懂感動，懂特別。一個是泡沫熊都黑暗的也挺挺要場地啦，各方面天時地利人和，然後都天時又好哦。係啊。國壽畢業過後，大家始終唔識上過，還會有安尼嘅機會，在個其中鄉下來享受也安溫馨又滿足嘅一餐。是24包嘅林美林定嘅呢，
民雄大哥好点点的建议大家来教一啲後生人露營聽錯會教嘅遊戲，記錄係新創片。千無結舊的，我同細年的同樣去露營的時候，也搞安樣的遊戲哈，就很明顯的感覺，人家的年紀反映人家的比細年的差個當多。哦，所以說，人家的同地如果60歲以上了，然後大家來感受一下，看看真的會那麼差嗎？就會來證明一下。哎，對。剛才也哈都來發牌的哦。哦，志在參加，不在得獎。有人還喜歡被打。打正經對啊，講最迷的、最當個能蓋牌嘅都反映起碼那人，睇下拿到路都在處罰以後。第三班嘛哈。對，第一塊是。你先面我一。沒有你。他還能1、2、3。恭喜大哥。哦。哎，你們在等什麼？好，開始哦。你最早看到了，都丑還演的味道。不是要打了，他那做自然點啊！我帶你，原來七塊是哦。剛剛有來你聽到不清好吧？因為他講空的啊。打卡太低表演，打卡太低表演。你要打我頭啊？打死我！我打肩膀。大家慢8、9、10，喂！你跳遠啊！看到誰了呀？看到了。好，11啊。11、12、13。要講哦，要講。1、2、3。要他學呀！多兩個，多感覺差點多大唔多。這邊嗎？這邊。哇，真的反應快！哎，真的下手那麼強啊！好高哦，頭玉梅姐應該好高哦。以後扮演會較假嘅。係啊，頭多人嚟講，我感覺都轉移後生時間嘛。有，小時候，感覺大家都活力，而且全部都越來越往前。啊，能意思按叫還記得，還細時節上府有發生乜嘅故事嘛？有啊，你記得嘛？我記得啦，我記得件事情。佢考試考題，我發考試卷啊，哈，手那些嘅火火讀的對，有乜嘅嘛？蓖麻子啊！啊，對，不是蓖麻子，五年甲班，可不可以有書啊？蓖麻，我哋蓖麻咩？啲蓖麻嘅字，然後脆脆嘅哈。茶樹哈，茶樹哈，不皮皮，誒，種麻醉嘅意思啦。你講這本是長大啊？你還是你唔會啊？大就唔會通。以前再怎麼下手都沒關係，現在不能下手。老師啊，我答嘛，晚下真係報告，所以係緊唔衝啊。所以我冇啦。唔好捱大嘅廿八。捱大，一係就說，哇，嗰陣來吧。啊，你呀哈，啊你上啊，萬宜歸邊青島，路邊，路邊，幾人啊？幾站？徐永之邊青島。幾個幾？事業變那邊，你那邊的。阿幾都是。哪不去踢哪？雖然上嘅50歲經過很多風風雨雨，不過有這個刺激下嘅時節，大家還係有潛在親屬時嘅感覺。樣嘅變呢，不過本還係嘅當年愛最甜最真心嘅朋友。講下講嘅，大家咪開始拿出嗰首畢業嘅相片來看顏彩和自己嘅樣嘅。哇塞，英春誒，有彩蟲嘅人哈，喺家都有吧？哦，喺內版嘅啦。給陽明山。哦，呢度嘅哦。係啦。哦，細細隻嘅咩？好可愛嘅咋，唔得意隻嘅咋。那個細細的對唔下，也個對唔啦。
哦，哇，真的很小只呢。对呀。哦，找到了，找到了。要慢点，要慢点。要找到小倩。哦，奖嘛，奖嘛，奖中的奖，奖中的奖，好香，肯定嘅香啊！你咪冲下甜啦，冲下甜就會有看得到了，很 C 呀，很 C 啊！大家都找得到自己，不敢的，不敢的。民國50年間下，翕相對一般民眾來講，還係非常難得的事情。佢當然大家行脫過手，有好翕相嘅機會唔多，小小嘅幾張相片，都夠喚起大家滿滿嘅回憶的。伊能搞嘅心臟病搞到過出奇咯吼，我沒講過過期咩？我第一擺團按多，個個這向下搞，刺激程度還沒有減少哦吼，佢就韓國出奇咯。沒冇想到講，一群過小同學已經40年前咧，韓州的感情安好，同學之間有嘛個是不一列講咩，都幾多件，古所過原先都幾個時期嘅同學感情，我能講我過談，唔過可以延續過久。唔過同亞群哥哥姐姐按那個回憶啦，我也覺得很像跟他們開了一場同學會。天南講都有人放蟲嘅呢，究竟係乜嘢？用嚟安做風咯？当向书两个通照啊。玉梅老师呀，他们5点半呢，你睇中嘛嘅？5点半哦，庆贺的时间，这些月亮回去，太阳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是地宇宙上能量最强的时候，所以安补我们身体安高，开始来做一些伸展动作。嗰種年日都按做，開始做運動哦。哇，係哦，係啊，所以大家睇下咩叫啊？哦，龍基大哥很有要做運動的感覺哦。喺大自然嘅環境下做瑜伽，做得講係一個全新嘅體驗。雖然玉米先生做瑜伽看起來超然易簡單，不過對平常時冇做運動嘅一道太哥哥太姐姐來講，做起來還真見係有道嘅實力度。大家聽論玉米先生嘅節奏來喲。來，來，大家跟我數，大家一起數，走，加油！1、2、3、4、5、6、7、8、9、10，耶！行啊！很遠咯，行啊！甲做個一個雙人式哈，20啊，嘟好，你是6撒，轉到右邊來，轉手，轉腰，轉肩，啊，再來啊，腰手肩，好，轉過來，挺胸，好，第2次哦，吸氣。好，慢慢的擴胸，我們來擁抱大地，擁抱美好的生命。擴胸，喂，好來，看，面對面，放手，好來，放手來，擊掌，很累耶，其實。打造你為一身汗，身心靈體也按照咩走神，路中開想嘅。簡單是走過後，也從魯陽同學會差唔多結束嘅。而離開前，田野路頭到來嘅勇氣大哥，還有幾位表達心肝頭度嘅話，想我同大家來分享。這句話送本意美，也是給我們大家。那個年齡啊，進來太細嘅嚇，嗰度要注意去給他參考。尤其要注意要順方你的老伴的健康。現在看到意美從這個痛苦中站起來，重新走出來，我覺得說
应该的。那我们同学的努力可以看到效果，所以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包含同学的之间的情谊，谢谢。棒啊，你好多朋友啊，好多好好的。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镜头哈，也是另类的同学会，我会珍惜这一切。不要激动，慢慢来。平常时看起来快跳又开朗嘅小千子，撒好点点的硬后硬後，佢係認真而咩想起路卡前某一機會，能經過一場生離死別，心肝沒難免會有感觸。替他說告別是這樣子，大家都看着了，突然，一個禮拜的禮拜一突然又走掉，所以人生真的是很無常，對啊，真的，大家都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真的真的。所以人生啊，60才一次而已，珍惜现在，对吧？好好的过生活，漂亮。我就马吉来去吧，拍得响嘞，马吉要拍得响，一定拍得响。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用的唔最好啦，19按多的那个。呀，黑马姐拼整的，他们两个拼整的，跟你一种手拉手哈，这从小60年来不曾做过的。这次下手，我也圆梦了。我也要，你也要，来一个人吃。同學之間係夾線，唔係歡喜，也係傷心艱苦家下。如果有一對好朋友團做伴，傾下笑，傾下叫，玉米先生當珍惜也係難得的緣分。而一眼望除係一百嘅路人，其實還有一啲變態嘅心肝度改久嘅心願，想要去完成。我先生也有很多很多的夢，但是他來不及了，真的來不及。我想說，我們大家趁自己還來得及的時候，一定要過得很開心、很健康。所以我一直秉持着這份心啊，想要講未來的生命有機會用我的瑜伽，用我懂得健康，然後用我一樣是家屬的心情，然後幫助癌症病患，幫助癌症的家屬。所以下週有幾個癌症病患，我教佢哋用嚟放鬆心情，用嚟去接受面對嘅病痛。有那個中年歲，然後減10歲，大概歲裡還是送朋嘅癌症病友，表達我們的關心，建議這樣的行程，多加一個。我個先生嘅鄉下真係係又笑容又有目色，大家講到人生嘅無常啊，都係非常多嘅感觸啊。因為每個起碼話咩應講愛活在當下嗰所以呢，都也下大家鄉下嗰歡喜都相互扶持相互讓對方有歡笑啊，感覺也個感情是在嗰本人呈現呢。咩希望伊能真叫無隔太久，如此地繼續應該同好飛。假使也係你幾好嘅台詞，咩幾好啊？嗰種嘅藝人節目，伊咧提一個開始本大家參加嘅費用同好飛，繼續可以能嘅同好飛。雖然其他人冇辦法評論玉米先生去拜訪嘅對癌症嘅朋友，不過大家還係祝福伊，希望很快有機會大家共下來做一案有意義嘅活動。喺同大家持拍的同時，用其他個未聯絡到喺附近嘅種梨葉嘅朋友，跟還有多嘅時間，我能臨時出發去摘梨葉也喲。现在的第一批的最早的杏水梨，哇！安江這個 double 胞胎4胞胎啦，它的杏水是不大顆啦，但是甜度很高，好漂亮啊！你看大自然給我們這個恩典，你就陽光、空氣、水，好，就有這麼多的果實。那你去感覺一個大自然的一份子，你都要做瑜伽，都深呼吸，都奈如何做瑜伽，都奈最黑，就都是健康。好，我们再來摘幾個有形的果實。好，那吃健康啊。
十分介意太自然嘅玉米先生，对于做得囤一道对太自然地度带过来嘅礼物，送本等下回见面嘅嗰道按貼配嘅朋友來講，貼配有意義。就好個人做人送嘅禮嘢，用其他個咩有情有義嘅，在內外囤玉米先生回到台北南走哦，大家按貼心按相識，玉米先生是才改溝通。老師，今年要送有哪些課啊？就是講，也有2位生病的癌友病人哈，各位有家屬，這想跟老弟分享講，過來人呢，我曾經是家屬，我曾經也是這個跟着我先生一起病痛過來。一般嘅瑜伽訓練冇辦法做到有具體嘅效果，因為癌症朋友嘅病痛其實做路面都已能無干無實的，故所以玉米先生想要用輕基本嘅瑜伽透氣法來鍛鍊人嘅身心靈變輕鬆。唔過因為韓國重要嘅係大幫也機會來認真聽人哋講話，同時咪分享一起家同也老公嘅經歷，安尼大家會韓國勇敢面對病痛。去年6、7月開始身體有些狀況出現，然後2天之後做完檢查，然後告訴我說，卵巢癌這件事情，我那時候想說，我覺得第一個當然是會害怕，就可以積極工作一下。第一個一定是會害怕，但我覺得如果可以接受，心理跟身體都會比較好。其實非常感謝家人。因為所有像我姐姐在上海工作，她就從上海大概半個月的時間都在台灣。醫生就告訴我，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然後讓自己把那個體力、抵抗力都調上來。不管我後面的治療方法是什麼，讓自己順利的走這條路，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大家已經看不出來我幾歲，其實我並不很年輕。我今年其實已經39歲，明年就要40歲。我31歲的時候罹患大腸直腸癌，那時候因為我是我們家吃最健康，而我本身是學食品生物科技學系的，我不碰燒烤，不碰油炸，我的是低位的直腸癌，所以我沒有肛門。因為我覺得我不會埋怨或是抱怨，因為覺得這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我沒有辦法擺脫它，我只能勇敢的去面對它，然後幫助更多的癌友。非常謝謝你們，而且我覺得很多事情我們都知道啊，可是你們在痛苦中可以強大，真的非常佩服。有一個病友問我說：“媽媽，這麼年輕，你所逐的夢想你破碎了。我說：“我們雖然有一個夢想，它破碎了，可是我們可以再創造另外一個夢想。人生可以有不同的很多夢想，只要你還活着，只要你還可以呼吸，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夢想都值得你去開創。”這個現在剛出來的，我們親自去採的，對，我們親自去採的水梨，要祝福你們，要跟你們分享，要祝福你們，然後能夠早日康復，然後天天都能夠跟自己的心在一起。也謝謝我先生給我這個生命的再生的機會。經過老公轉嫁，玉米先生對生命同希望如韓國了解，韓國看得開。在學習現下的同時，沒認為該做的事情如愛失望去做到圓滿。睇經過一場有笑有夢之輩同學會過後，玉米先生如韓國深刻的感受到自家並唔會故事。老公過身，伊嘅人生唔會按呢路停下來，伊嘅身後還有一群同學，行起同伊做伴來行生下來嘅人生路。